好啦，咁譬如呢一條問題咧，佢就會俾一啲圖表你啦，咁就譬如俾啲不知名物質啦 A、B、C、D，咁就根據佢啲性質啦嚟判斷佢係屬於咩結構嘅。好啦，咁第一條問題就問啦，邊一種屬於巨型金屬結構？咁巨型金屬結構嘅特點係乜嘢咧？就喺固體啦，同埋喺熔融狀態下都會導電啦，同埋佢熔點咧都會偏高少少嘅。咁我就睇翻啦，有邊一個係固體同熔融狀態都導電啦？咁就係 C 啦，OK。咁所以 C 咧就係屬於巨型金屬結構。咁你會問啦，點解熔點唔太高都算金屬啊？因為其實咧，我哋有啲譬如第一族嘅金屬咧，對佢熔點都唔算高㗎。咁主要如果我哋判斷得到咧，固體同熔融狀態都導電咧，一定大部分都係金屬嚟㗎啦。第二啦，邊一種物質有巨型離子結構啦？咁巨型離子結構嘅特點係乜嘢啊？就喺熔融狀態下導電，喺固體下不導電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嚟講咧，Boy 咧就係好大機會咧，就係巨型離子結構。因為咧，其實喺巨型離子結構裏邊啲離子咧，喺固體下咧，其實佢就唔可以自由移動嘅，咁所以佢就不能導電。但係當佢熔融狀態咧，即係將佢變成液體嘅時候咧，佢嘅離子鍵就會破壞啦，咁佢就可以自由移動咧，咁就可以導電啦。C 啦，佢問邊一種物質係屬於簡單分子結構啊？咁簡單分子結構咧有個特點就係咧，固體同埋熔融狀態都唔導電嘅，同埋佢嘅熔點咧都會偏低嘅。咁我哋見到咧 A 同 D 咧都係熔融狀態同固體下都係唔導電啦，但係我哋睇下熔點比較下咧 ，A 係會低啲嘅，因為其實簡單分子結構裏邊咧，我哋好強調一個叫做微弱嘅范德華力，咁所以令到熔點沸點都會低嘅，所以 A 咧就係屬於簡單分子結構啦。咁邊一個物質屬於巨型共價結構啊？咁巨型共價結構咧個特點就係咧除咗石墨之外，石墨嘅話咧固體係導電嘅。但係其他嘅巨型共價結構咧，都係固體啊，或者熔融狀態下都不導電嘅。咁譬如 D 咧就會見到啦，同埋個熔點都會偏高嘅，因為佢哋裏邊咧當你溶解嘅時候咧，要破壞一啲強大嘅共價鍵啦。所以咧答案咧就係 D 啦，就係巨型共價結構啦。佢就問啦，邊一種物質可以溶於根源啊？咁根源咧，你要首先了解翻佢係屬於咩嚟先？佢係屬於一個非水溶劑啦。咁非水溶劑嘅話咧，咁就要諗翻起咧，原來佢係一個分子嚟嘅，咁佢都係用一個微弱嘅范德華力。咁我哋已經知道啦，佢有范德華力喎，咁你睇翻邊度係有范德華力啊 A、B、C、D，咁就係簡單分子結構啦，先有微弱嘅范德華力，咁所以就係只有 A 咧先可以溶於咧根源裏邊嘅。